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唉，不用法力，确实有点费劲。姑娘，这绝晓峰岩壁陡峭，据说没人上去过，你何必为难自己呢？因为啊，我要重收覆水。我没听错吧？这姑娘说她要重生覆水。不能用法术。据说这彩虹雨就在这彩色云之中，在经过绝晓峰峰顶的大树时，会有片刻凝结成云。只要将其收集起来，就如同重收覆水一般。但是不久，云朵散去，彩虹雨便会倾盆而下。从小啊就坚信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，有一天他会踏着七色的云彩，身披金甲圣衣来娶我。依我看，这天上天下，盖世英雄只有我一个，还有什么金甲圣衣，我那儿多了去了，我都不稀当穿。你能不能赶紧说那3个难题？连3件难题都不知道，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盖世英雄？你不说，怎么知道我不知道？是这样的，玉帝呢得道之时，曾挥动神剑斩断了青丝，这把神剑啊正是紫青宝剑。紫青宝剑呢，因此就通晓了天人魔3界所有的情爱之事。现在啊，插在离恨天吐虚幻境的青梗石上。我只要得到紫青宝剑呢，就可以知道我的意中人在哪里。可是必须要完成3个难题，就是覆水重收、破镜重圆和死而复生，而且不能使用任何法力。哎，总之啊，只要是完成了这3件难题，我就可以知道我的盖世英雄在哪了。等会儿，你说什么？完成这3件难题，我就可以知道我的盖世英雄在哪里。不是这句。
3件难题：覆水重收、破镜重圆和死而复生。也不是这一句。玉帝得道之时啊，曾挥动神。没错，就是这一句。这句怎么了？这把剑是玉帝老儿的，对呀、所以我帮定你了。只要是能够奚落这个玉帝老儿的事儿，我一定义不容辞。你说的简单，光是覆水重收这一件事情就已经够难了。我好不容易才想到用彩虹雨来完成，结果呢，都被你给搞砸了。现在啊，我都不知道彩虹雨什么时候才能遇到。得到紫青宝剑真的很难啊。重收覆水，交给我吧。这哪儿啊？我家花果山呢、你家？你家怎么能重收？喂，请你的。谢谢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吃这些？你早说呀！花果山物产丰富，什么没有？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这儿没有的。我早该想到了，你就是一只猴子，你怎么会明白我说那些呢？好啦，你现在也回家了，我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啊。不就是覆水重收吗？有什么难的呀？跟我来。喂。好漂亮！你是说这儿可以重收覆水啊？没错。唉，不愧是个傻猴子。这儿呢，瀑布虽然好看，但是紫青宝剑要求的重收覆水呢，不是什么水都可以的。你怎么就知道这是普通的水呢？你看这个瀑布的造型，每天哗哗哗的往下流。像不像是有人在上面往下倒，每一滴都不会重复？真的是太浪费了。那好，来都来了，怎么也要试一试。等一下，地方呢是没错，但是呢，我们还要再等一等。等什么？来了。没错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老朋友。等会儿再跟你正式解释，先办正事。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儿，对吧，小李？哎，我听说啊，天界的龙门呢，每年会在特定的时候开启，
这个时候只要越过障碍跳进龙门，就可以变成真正的飞龙。以前我只是听说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你好啊，小李。你别看他叫小李，他可是在这跳了好几百年。哎呀，大圣，女孩的年龄是不能说的。这一下，我知道大圣为什么带我来这儿了。鱼跃龙门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努力向上的过程里边呢，就算是瀑布急流，也能溅起水花。虽然水花少，但是却很珍贵。这会儿，你知道我说的没假了吧？假是不假，不过小李游一次都已经精疲力尽了。你要是用这种方法呀，挤满1瓶，根本不可能。想要成为龙的可不止我一个哦。现在看你的了。众生听闻一佛成，心生惧怕，怕的就是佛道长远，路途艰险，而不想亲近佛道。想要彻悟成佛，只有用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。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迷己为悟，失于本心。若能转悟，则同如来，身心圆明，不动道场，于一毛端，便能含受十方国土。佛祖，太白金星来了。南无阿弥陀佛。玉帝何事？凡太白金星前来。花果山有一石猴，有些本领。玉帝曾召他上天庭，封为弼马温。谁知他嫌官小，竟反了天庭，自封齐天大圣。这妖猴神通广大，众天兵天将出马，也没能将其收服。如今这妖猴已逃离天庭，势在近期，因此玉帝特请如来相助。齐天大圣，这个成精的猴子，胆子实在不小，妄想夺玉帝尊位。在座诸位，你们都听到了，可有人自告奋勇去擒那猴子回来伏法吗？谁去也合适呢？此人选也要谨慎啊！此去必须将妖猴一举拿下才行。正是，不然岂不是更加的助长了他的威风？阿弥陀佛，其实睡觉也是一种修行。这位是我的二弟子金蝉子。阿弥陀佛。既然如此，捉拿妖猴的任务就交给他吧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拜托大师了。大师既然是如来所见，想必定有一身非凡的本领。只是那妖猴凶狠非常，大师千万小心。
我这就回天庭回报玉帝，静候大师佳音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什么豪旨？你静候什么佳音？哎，那个谁呀？你慢点飞呀，很危险！师傅，刚才弟子在修行，没有听清楚你们在聊些什么，可不可以再重复一遍？金蝉子，你速去速回，让那猴子趁早皈依我佛，莫要一错再错。人间这么大，我去哪里找孙悟空啊？哎呀，不过还好啊，太白金星给了我一张孙悟空的画像，长得真丑啊，有道是路在嘴边。呀，还是挺干净的嘛。尊者好。仙子辛苦了，这是您和紫霞仙子这几天的薪水。尊者太客气了，我与紫霞此来为的是修行，怎么能拿薪水呢？仙子，是我措辞不准确，不应该是薪水，只是些补给。那就谢谢佛祖了。请问这是我跟紫霞2个人的吗？是的，这是2位打扫长廊的记录，可以以此分发补给。敢问尊者，紫霞怎么打扫的这么少啊？哎呀，你跟紫霞身形接近，会不会是我记错了？不过话说回来，确实好像有些日子没见到紫霞仙子了。好你个紫霞，竟然敢留我在这修炼，自己去玩了！仙子息怒，这都是修行。你来此地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平心静气，不要让自己更加易怒吗？少废话，这就去把这个贱人抓回来！所以，现在又要重新开始打扫了吗？可是钱你已经收。想不到真的完成了，你这个大圣看起来还是有点本事的。废话，我是谁呀？你不仅以貌取人，以貌取猴也是不对。我不是说你不厉害，但是紫青宝剑要求的难题真的太难了。现在光是完成了覆水重收，可是破镜重圆、死而复生，我还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你肯定也没办法吧？喂，你干嘛？破镜重圆嘛，先把镜子打碎了再说。什么声音？没事吧，大王？有什么好一惊一乍？我再能有什么事儿？大王，你有所不知，之前来的那位太白金星说请您去小住几日，您这一走就是好几年。您不在的这段日子里，花果山的猴子们就像一盘散沙，走的走，散的散。对呀，大王，你好不容易才回来，可千万不要再听信他们的，把我们给抛下了。哦，原来你是被人拐走，一直在外面流浪啊？谁说我被？哎，你们放心，我呢只是来完成任务的，任务做完我就走了。我对这只猴子啊，你们大王啊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啊！放心，我不拐它。说什么呢？
明明是我给天庭面子，他们3番4次的来找老子才会上去。别想想没用，有时间瞎想，还不如想想怎么让这镜子复原呢。太好了，大王不走了，他不会离开我们。大王，我有一个办法。要想破镜重圆，有一个方法可以一试啊。侯爷爷，你是有什么办法呀？大王，难道你忘了，我们花果山上除了有你变的那块仙石之外，还有什么吗？你是说，在我们花果山上有一块仙石，正好在10洲3岛的祖脉上，它的高为和24气，它上面的窍孔对应9宫8卦，受着日月精华的滋养。有一天，仙石迸裂，产生一石卵，经风一吹，变成一石猴。那石猴一出世，眼睛里放着2道神光啊！就是我。原来你是个石猴啊！说重点。重点就是伴着石猴的诞生，还有一株野生兰花，可以说是兰花之王啊！它活到现在得有100年哦，不，200、500年啊，都不对，反正是许多年呐。侯爷爷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株兰花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破镜重圆呢？不能。那兰花虽然不能，可那兰花在开花之前，兰花上分泌一种物质叫兰膏，那兰膏的粘性是极强的。谢谢你啊，老侯爷爷。大王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就不要再说了，您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啰嗦的猴了。哎呀，这里真是好啊！各种瑞草、奇花，奇峰异石，树木葱葱郁郁，花果山真是个好地方。哎，可是这孙悟空在何处？有妖气。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？可能是风声。山顶的朋友，大家好啊！山顶的朋友，大家好啊！谁呀？又是天上下来的，这回不能再让他们骗大王了。去，你们准备兵器。呀，不要走啊！干什么要害怕呢？我又不是坏人。几位小声！哎呀，你不要走嘛！你慌什么？喂，哎，你好啊！过来，过来！好啊，终于有一个不怕的。你等我一下啊！阿弥陀佛。这位豪兄你好啊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知不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在什么地方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找孙悟空做什么？哎呀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明明是我先问你的问题，你可以回答知道或者是不知道，但是你怎么可以反问我一个问题呢？你觉得我说的是不是有点道理呢？听着是很有道理。哎呀，你果然是一只很聪慧的猴子。那你现在可不可以回答我的问题？你知不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在什么地方啊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
好啊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你要送我礼物啊！你真是乖呀。你们这些年轻的豪子，怎么这么喜欢浪费食物呢？我跟你说，我不还手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，我打得过你，我用法术我也觉得不光彩呀。我跟你说，绳子是捆不住我的，水我也伤不了我。哎呀，冷静啊，冷静，听我说。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相遇，也是一种缘分了。我们就当是不打不相识。你看，你长得这么帅，不如我们做个朋友。又是你，这什么情况啊？问你们呢，什么情况呀？这位姑娘，此人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他之前在我们店里作威作福，结果签名签的是六耳猕猴。这个我解释过了，我就是为了躲这个姐姐，我才不签我自己名字的呀。你还打伤我们大王，这个孙悟空还趁机偷了我们的镇山之宝。现在我们要拿回我们的镇山之宝。我那是打你们大王吗？我那明明是在给他按摩。你想想。他常年待在那山里面，缺乏锻炼，胖得跟猪一样，功夫不如以前也很正常。而且我真的没有抢。你如果不信，你现在就可以去问问你们家大王，那是他给我的按摩小费。可你还抢了我们的店，我们的店是全镇最好的商铺。我那还来啊？你那个武器我拿去给你保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强词夺理，强词讲道理，骗子，骗子！你说你是齐天大圣？没错呀，如假包换。那你为什么打不过他们？你干嘛？我是齐天大圣，我不能对他们用我的大招，这样天天不会放过我的，对不对？这孙子还干了些什么？他还偷了我们家的鸡，还强迫我和隔壁的大婶亲嘴，他还拿我家的猫和狗交配，使我生个猫整兽啊！够了！这种鸡毛蒜皮小事让我出手。哎，我警告你，别再跟着我。哎，要是按照老侯爷爷说的，我们可以根据兰花王开花前分泌的兰膏来粘合岁镜，但是呢，就是不知道这个兰花王到底什么时候开花，我们能不能赶得上？这个就要看仙子你的运气了。运气不好的话呢，可能30、50年都不会开。要是这个办法真的可以，我就等他个3年、5年、10年的。再说了，就是上百年我也等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挺有毅力。哪里看不出来？我这么聪明、智慧、魅力脱俗的。哎，这个兰花之所以叫兰花王，它有它厉害的地方，不仅在于它年岁悠长，还在于它花开不败，所以你就可以不用等那么久了。哈，你这个大骗子！那花明明是开的，你还骗我？我只是在替紫青宝剑考验一下你而已。那请问紫青宝剑对我的回答满意吗？非常满意。走，采花去。这就是兰膏。等等吧，让兰膏发挥一下它的作用。等找到紫青宝剑，找到你一生所爱的人，打算跟他干什么？我想，我想跟他去最美的地方，看最美的风景。花果山就很美啊。
我会带他来这里的。哇，真的好了！我不是警告过你不要再跟着我吗？我不跟着你，怎么会安全呢？啊？我不跟着你，怎么会安心呢？有什么不安心的？我就是要一直看着你。看着我？你谁派来的？为什么要跟着我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先别发火，也别生气，你听我说，因为我喜欢你。所以我一直尾随你，但是我却找不到接近你的办法，于是我就到处捣乱，目的就是为了引起你对我的注意。我知道这样做很唐突，我本来一辈子都不想告诉你的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已经来不及了。现在如果你想杀了我的话，那正好。这样我的心就不会那么痛。这兰花王一点用都没有，真的是太生气了。亏我跟他做了这么久的邻居，我现在就要把他拔了。哎，没事儿的。虽然啊期望很高，可是我也不是没做好失败的准备啊。而且我们这是第一次尝试嘛，失败了也不奇怪啊。不然那么容易完成的话，哪能算得上是难题啊？你看看你那个失望的眼神，你怎么比我还要难受？哎，放心啦，这一点小的打击啊，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，只会让我更努力、更坚强。大王，不好了！大王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我们抓了一个。我兄弟找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跟他去计划一下。走。大王，你怎么不告诉紫霞仙子，让她一起来帮忙啊？什么情况都没搞清楚，帮什么忙？你现在赶紧告诉我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我们捉住一个从天上下来的神仙，站在云上边，咻，这样下来的。是玉帝派来的天兵天将？不知道，他就一个人下来就问大王你人在哪儿？我们当然不能说了，所以就出手把他抓了。你当我傻呢？神仙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让你们给抓了？大王，我可没撒谎啊！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在这里设了好几层的陷阱呢。谁知道后边的还没用上呢，他就被抓了。这么说，他还挺弱的，这么容易就被你们抓了？大王有所不知啊，这个神仙虽然一副弱鸡的样子，可是兄弟们都快要被他逼疯了。逼疯？为什么呀？捉住他以后，我们就把他关在牢房里审问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是如来座下第二弟子，我叫金蝉子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来，现在是我们审问你，你凭什么提问题？哎呀，这位豪兄啊，你这样说呢就不对的了。刚才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，现在呢是我提问的时间呢。我提问的时间你不让我问问题呢，
就是你不对了。人和豪之间呢，也是讲究互爱互信的。如果没有互爱互信的话呢，就不公平了。不公平，大家都不开心了。不开心了，生活里面就会出现很多不愉快的小插曲了。比如说，现在你想问我问题呢，我就不是很愿意回答你了。为什么我好想揍他呀？你都打了我了，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告诉他，这儿是花果山牢房。牢房，我来花果山呢，是要找齐天大圣，跟他聊下天。我是来做客的，你们怎么可以把客人带到牢房来？这就是你们花果山豪子的待客之道，是不是？我们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，现在轮到我们了。没轮到你呀，我还没有说完呢，你怎么这样呢？啊！要听人把话说完，这个也是做豪子的一个最起码的礼仪呀。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礼仪？哎呀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所以呢，你们就分不清楚什么是客人，什么是敌人，什么是客房，什么是牢房。为什么他讲话你打架？哎，醒醒！我刚刚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间我这么恨你呢？这个人很危险呢，咱们不能再听他多说一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把老猴请过来。啰嗦，爱讲道理，谁还能讲得过老猴啊？老猴，这个人要挑战你道理之王的位置，我们不服，可是又说不过他。好说，好说。大王，我们只提了一个问题，之后他却提了一堆的问题呀。他真的只是说话没有动手，没有用法力吗？没有，但说真的，与其听他唠叨，那还不如打一架来得痛快呢。这么想被打，要不要来一下？大王，我只是表达一下我郁闷、憋屈的心情。看来这个金蝉子真的是跟天庭上那些只会打的天兵天将有所不同。不过既然老猴现在已经出马，我想应该已经摆平了吧。原来是个年轻人呐！阿弥陀佛！这么多年来，我博览群书，通晓世事，我懂的道理比你睁眼的次数还要多呀。这位老先生啊，其实呢，我对您的这个见解呢，还是有一点点意见的。我觉得一个人呢，懂得道理的多与少呢，不能够根据他的年龄，还有他读了多少书来判断的。因为呢，这是天然不公派的了。虽然没有过多说，你知道什么可为？为什么会知道我眨了几次眼睛呢？大王，快去看看老猴吧，老猴都死了。大王，老猴都死了。哇，诶，这位小兄弟，我们未曾见过，你长得也是很有个性啊。都说你很啰嗦，果然开口不反呢。哎呀，你看啊，他们肯定是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了。
有什么事情不能当面说呢？当面说出来多好啊！又没有误会。你呀，不要听他们乱讲，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啊，用自己的手去感受一下别人的心。我不想感受，请吧。等一下，看你的站姿这么霸气，难道你就是齐天大圣？哎呀，你真的是齐天大圣啊！好开心呀！我终于见到你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呢是如来的座下第二弟子，我叫金蝉指啊。我代表天庭呢，要过来跟你聊一下。聊一聊？难道你不是来抓我的吗？哎呀，不要说抓那么难听了，我只不过握了一下你的手而已，看我多有诚意。除非你打败我，我就跟你走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呢，怎么这么喜欢打架呢？打来打去，打打杀杀，又会流血，又会变丑，还会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哎，不如这样啊，我带你回天庭，我介绍如来给你认识。我住口！哎，你这个好只是脾气这么大的，吓死人了！凶我干什么？你走不走？我不走。行，你不走，老孙俺走。等等，可不可以给我点吃的？我好饿。你信不信我打死你啊？如果打死我你就去见玉帝的话，那你就打死我吧。你打不死我，我不走。我不吃肉啊！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快走吧。为什么要走？我发现啊，你这个花果山啊，奇花异草，什么都有。就算找不到蓝花王，说不定还有红花王、绿花王。我们在这儿多待2天，然后呢，说不定能找到其他的办法。我们还是走吧，其他地方说不定也有红花王和绿花王。其他地方的红花王和绿花王，那也不是这儿的红花王和绿花王呀。你不走，我走。喂，你昨天走了以后就很奇怪，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只是这几块镜子放在我这实在是渣呀，我只是想尽快的完成而已。你昨天晚上干嘛了？我什么都没做，除了我呢是如来的座下第二弟子，我叫金蝉指，我代表了天庭呢，过来跟你聊一下。难道这个金蝉子真的非同一般？你说什么？不行，我还要再确认一下。哎，你又不走了？哇！我就知道你肯定不是一只绝情的好纸。我看你呢，算是个不错的神仙。所以我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讲。你说。我喝了玉帝老儿的酒，打了他所有的天兵天将，我还放话说要坐他的位置，所以，我现在跟天庭的关系呢，那就像这面镜子一样，破镜无法重圆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我是如来座下第二弟子，我叫金蝉指。金蝉子，如果你能够让这个破镜重圆的话，我就跟你回天庭负荆请罪。但是，我觉得这一定是不可能的。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可能啊？是不是？我让破镜重圆了，你就会去天庭负荆请罪啊？当然，一定。但是我就觉得，你这个牛吹的有点大了。牛吹的大不大，要吹过才知道。
会破了呢？是不是拿你的人不小心得了什么怪病，手容易抖啊？是不是吃的不好啊？然后就把你丢在地上了？哎呀，你也是很可怜呐。作为一个镜子破了，也是很让人心碎耶。你看你照出来脸都有2个。这是对呀，这就是对，不对也对。突然又觉得那不对呀，那就不对，对也不对。如果这宝是想要啊，偏又不要，不要又要。如果这装备不想要啊，偏偏又要，要是不要，天上一只猴。山一头牛，身后大那牛，还是有装后。天上那只猴，横山那头牛，身后大那牛，还是牛装后。如果你觉得你很牛啊，你就很牛，不牛也牛。如果你觉得你不牛啊，那就别说，低调不错。悟空，你看，你真的做到了，我真的是大心眼佩服。阿弥陀佛，有话好好说，站起来再说。悟空，我们纠结镜子的事情已经纠结了好多天了，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，不如我们聊一聊。等我安定好我的小弟弟，我自然会上天庭。啊，你用的时间是不是很长？很长的话，不如我等你。不用等。你出来这么久，如来一定很担心你的。你说的也很有道理。哎呀，没想到你都考虑到这一点了，悟空啊，你果然是开悟了，都会为他人考虑了，我真的很欣慰。哎，那没办法呀，是不是？谁让你教的？那我在天庭等你啊！再见。再见。紫霞，你快来看，破镜重圆了！只要完成起死回生的考验，紫青宝剑就是我的了。到时候我就能跟我意中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我还是觉得一个人更幸福一些。除了喝酒吃桃，你还懂什么呀？算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哦，花虽然落了，可是没有死啊，它只是把生命传递给了果实，所以不能算是死而复生。正确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
去镇里看看吧。这儿这么生机勃勃的，上哪去找起死回生的机会？哎，大婶，这镇上有死人吗？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的视线，很快就会有死人了。哦，你看这个，这个怎么样？来，我给你戴啊。你看，涂。这个套进去了。要不就这个。这个颜色不太好。我说你们女人是不是除了买就是买？花钱哪有谈恋爱好玩？你不觉得他们很幸福吗？走累了吧？我觉得吧，那男的眼光就跟那女的身材一模一样。放过我吧！放过我吧！验了气的病人，我也回天乏术啊！放过我吧！放过我吧！放过我吧！哎，你放过我呀！哎呀！你。您这伤着没有啊？没事吧？师傅，哎呀，这是我家小徒弟，人可乖了，我每次出诊都要带上他。哎呀，行了，哪么多废话，赶紧走吧，你也不能死晚点儿。夫人来了，夫人，大夫来了！哎呀，大夫，快！大夫，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家宝宝，他可是我们全家的心肝肝呀！不是，放心，我师傅是当代扁鹊，在世华佗，一定能够妙手回春的。不过现在还得请各位先回避一下，好吧？不要打扰到我师傅思考，好吧？李夫人，回避一下。哦，快来，福夫人回避一下。怎么样啊？已经死透了。不是说不能施法吗？我施法都没把握能救活他，只能先试一试。行，那你施法，外面我来应付。哎呀，大夫，我家宝宝怎么样了？在干嘛？你们到底行不行啊？不要急，不要闹，我师傅医术好，保准救回你家宝宝。可是你看啊，你一吵，他一闹，气氛全都破坏掉，你家宝宝可要死翘翘了。哎呦，李夫人！夫人！好了没有啊？没有啊，再帮我顶一会儿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哎呦，夫人！我家宝宝怎么样了？是不是不行了呀？这位大妈，你看啊，这前后后过了才不到半炷香的时间，你未免有点太心急了吧？我知道啊，这等待的时间总是如此的漫长，不如我们先聊聊别的，转移一下注意力嘛。比如你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你喜欢吃什么？你喜欢的歌星是谁吗？粉丝，我报仇，仙女48人团。哎呦，看不出来，李夫人您还是很有少女心的嘛。这些都是我家宝宝最喜欢的。夫
夫人，这是？这是我家宝宝给我画的肖像。我在我家宝宝心里是最美的，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漂亮，是不是啊？还有，画的美啊！行啊，这家伙太美呀！哎，你看呀，你看，这是我家宝宝的宝贝。这是脐带吧？这是他的皮，太长了，我给他剪掉了。哎呦，夫人，我替你搭把手啊。我受不了，走。我不想那么轻易放弃。那咱们何必在这死磕呢？外面有大把的机会，还没等你救活这个死胖子，我已经被他妈念死了。我的法术都无法让他起死回生，那别的就更没办法了。那就算了呀，找真心人真的对你那么重要？小师傅，我家宝宝醒了没有？我还有话跟你说呢，小师傅。小师傅，这个死女人简直比金蝉子还要烦。算了，如果放弃的话，就代表我向玉帝老儿那个家伙认输。是不是？我问你呢，起来！啊！你们什么人？你们谁呀？滚！滚！哪来的神经病啊！滚！神经病！都怪你！你桃子师太多脑子长毛了吧？想出这么烂的法子。至少我们排除了一种方式。你走吧。你们两个疯子，能不能别当我做生意啊？实在不行，你往里头吹口气。闭嘴！这可是我费了半天劲才刮的鱼鳞。大哥，只要这条鱼能够死而复生，只要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，你这条鱼一定能卖个好价钱，知道吗？这叫什么？双赢啊！那这条鱼要是活不了了，被你们玩了这么长时间，这钱谁来付？瞎说什么呢？瞎说！什么就叫救不活了？快点什么？再使点劲儿！还我宝盒！别跑！你快点，管人家干什么？什么时候？死心眼的臭小子，真是个小年纪。你把宝贝还我，我自然不会纠缠。多事，用完了自然就会还你的。观音大士大慈大悲，根本不会计较。既然有借有还，就光明正大一点。偷偷摸摸，我岂能饶你？
我警告你啊，说我可以，不可以说我的尝尝。不要逼我啊！我不对小孩子动手的。小朋友不可以这么淘气啊！月光宝盒。我警告过他了。人你也救不了，死鱼你也无能为力。咱们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可真的不是办法。怪我了。你有没有人性啊你？人家现在都成这个样了，你还这么兴奋？你这样跟黑白无常有什么两样？哪有兴奋？这是观音大师座下童子，大圣，我们一定得救他。观音家的小孩到处乱跑啊，还跑出来混社会，啊？挨揍了吧？我快不行了，这个月光宝盒，你拿好，免得它落入贼人之手。哎，观音这是怎么了？就这么个破盒子，还当宝了呀？给你。哎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盒子，这是月光宝盒。等天黑了，月亮升起，打开宝盒，在月光下默念般若波罗蜜，便可以穿越时空，回到过去。哎，你没事吧？你千万不能睡，我们一定会救你的。大圣，你快背着他呀！你们别管我，拿好宝盒，快走！坏人马上就要来了！你别，怎么办呀？我根本救不活他！大圣，有了！大圣，你这个样子的话，你自己也撑不住啊！先救活小童子，等月亮一出来，再拿月光宝盒救活不就行了？谁能阻挡？无形山压住锋芒，惊涛吹手扶的狂，我依然一路行者无疆。太好了！大圣，棋子回城，你做到了。你一定不能死！你等我，我救你！般若波罗蜜！还给我！什么你的？这个是观音大师的宝贝，知道哪儿偷的？人命！啊不，头命关天！你快还给我！不给！观音大师，天蓬，你与嫦娥盗我宝物，伤我童子，如今又在此与人争斗。你若将宝盒归还于我，我便不再计较；否则，玉帝的惩罚，你也是知道的。天蓬一时糊涂，还请观音原谅。般若波罗蜜！
你们两个疯子，能不能别当我做生意啊？实在不行，你往里头吹口气。闭嘴！这可是我费了半天劲才刮的鱼鳞。大哥，我告诉你，只要这条鱼能够死而复生，只要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，你这条鱼一定能卖个好价钱，知道吗？这叫什么？双赢啊！那这条鱼要是活不了了，被你们玩了这么长时间，这钱谁来付？瞎说什么呢？什么就叫救不活了？快点什么？再使点劲儿！别急，不是让你先走吗？我是那种男人吗？地球很危险的。有什么危险的？你这是会有好事啊！童子已经发现了你的行踪，应该很快就会赶到。我在妙仙湖等你，保护好月光宝盒。休息一下啦。胡子呢？前几天天儿太热，刮了。下一位，你画像上那么多肌肉都跑哪儿去了？剪掉了。下一位。怎么了这是？我不在招帮众吗？你看着简历上的画像和真人差太多了。这还不简单？用陌陌呀，可以通过视频查看附近有潜力的山贼，绝对真实，还能让他们视频直播抢劫过程呢，方便管理。来陌陌，用视频认识我。视频社交就在陌陌。人你也救不了，死鱼你也无能为力。咱们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可真的不是办法。怪我了。我说你有没有点人性啊？人家都已经成这个样了，你还这么兴奋？你这样跟黑白无常有什么两样？这个人好像没死哎，大圣，起死回生我们做不到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帮帮我呀！天蓬元帅。你是紫霞仙子吧？我已经这么红了吗？我自知伤重将死，你不必费心救我。你的一片好心已经让我很感动了。我若死了，便可以成就你起死回生的机会。你知道怎么起死回生？去妙仙湖找嫦娥仙子，她会帮你。一定要把嫦娥姐姐带来啊！只要她使用了月光宝盒，这样她就能达成心愿，我也可以起死回生。我怎么这么聪明啊？太佩服我自己了！大圣，你在这里照顾好天蓬元帅，我去找嫦娥姑娘。
你不会是在这骗紫霞姑娘吧？我告诉你，这姑娘可是个缺心眼儿，别人说什么她都会信。但是，如果你敢骗她的话，我饶不了你。这么久了还不回来，你可千万别死那么快。你一定要活过来，可千万不能浪费了本大圣的血啊！谁叫我天下无双，乾坤八卦又怎样？就算是地下天堂，谁能阻挡？无形山压住锋芒，惊涛吹收复的狂，我依然还是最强。电视播放，也有行者武将。凭什么天上有资格把时间划分三角，就留指责？嫦娥姐姐，听天蓬元帅说你能帮我起死回生，是真的吗？太好了。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天蓬元帅，我们快点走吧。啊，走，快！太好了，看来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你醒了！你醒了！哎，没事吧？起死回生，我做到了！这么说，这丫头已经完成紫青宝剑的所有任务了。大圣，大圣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，大圣！喂，大圣，你醒醒啊！啊，大圣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大圣，你快醒醒，你快醒醒啊！嫦娥姐姐，你告诉我起死回生的办法吧，你救救大圣吧。嫦娥，你与天蓬盗我宝物，若现在将宝物归还于我，我便不再计较；否则，玉帝的惩罚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我有钥匙，用完就会还你。知错不改，执迷不悟。阿弥陀佛。快走！孙悟空。谢观音大师。哎，好困啊！哎呀，你别困了，走吧，走走走。月光宝盒。
谁丢的？管他谁丢的，既然是宝盒，谁捡了算谁。好吧，嘿嘿，遇到主人我就还给他。3重考验就这么完成了，还有点不太真实。我现在最真实的感受，那就是饿呀。走吧，请你吃大餐。你是想吃苹果还是想吃香蕉啊？我花果山要什么有什么，不占你这个便宜。而且我已经多日没有回去看我的猴子猴孙了。你不是要找紫青宝剑吗？这一路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只要能羞辱玉皇大帝的事儿，我奉陪到底。走了，保重。